一江碧水向南流，東深供水60週年香港青少年思源航活動在香港開營啟動，50多位香港青少年、網絡大 V、媒體記者將逆流而上，踏足廣東廣州、河源、惠州、東莞、深圳和香港，實地展開一段飲水思源之旅。今天走進南沙水文巡測基地，實時跳動的水質數據，精密先進的監測設備，讓我們驚嘆於守護一江碧水的科技底蘊。漫步南沙大角山海濱公園，江風拂面，望住奔流向遠方的東江水，心底湧起對這條生命水線的無限敬意。走進高新沙水庫，澄澈富水靜臥於天地間，彷彿在訴說住數十年來北水南調的艱辛與堅守。而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和廣東省水利廳，聽工作人員講述東深供水工程的60年滄桑，從建設者們頂住艱苦條件開山劈嶺，到如今人工智能模型、數字孿生系統賦能智慧水利，我和同學們都真切感受到，這項工程不僅是粵港守望相助的見證，更是灣區科技創新的縮影。今次活動除了是一次思源之旅外，還是一次發展之旅、交流之旅。香港青年將通過追根溯源，深入了解東深供水工程的歷史貢獻，實地體會粵港共飲一江水，同為灣區人的生動實踐。首次集中探訪應用於流域治理的人工智能專業模型、東深供水數字孿生系統等前沿科技，通過與老一輩、新時代建設者的對話，親身感受智慧水利如何守護一江碧水。